大家都知咧，糖化咧係會令到膠原細胞會破壞嘅，因為點解咧？當我哋食甜嘢或者食澱粉質會轉化成糖分啦，佢哋會黐住喺我哋嘅膠原蛋白咧，形成咗一種廢物叫做 AGEs。咁呢一種廢物咧係會令到膠原蛋白原本係圓咕碌嘅，會變到係歪嚟歪斜，令到你急速老化。所以中意食甜嘢、食澱粉質嘅人士咧，相對係容易做抗糖咧，係容易老過一個唔經常食呢啲。但係點解日本人咧咁耐歷史經常食呢啲嘢都冇事咧？因為佢哋識得抗糖。今日史提芬咧帶咗一個藥妝品牌叫呢一個日本嘅大牌子藥妝品牌咧，佢呢一個同樣可以做到 Polar 級嘅抗糖。無論係幫你抑制糖分吸收、控制血糖、阻止澱粉轉化成糖分，仲要攞埋日本營養師推薦，幫你可以4星期內打造零毛孔細緻同埋水潤肌，抗鬆弛、抗老化、抗墮皮啊！